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陈总监，有人送物件给你。以后莫凊彩替我收物件。好。偌早？5早。这交还实在足大心的。伊知影，若是无甲你做早顿，你可能会无闲到中昼，拢无食物件。可惜这份早顿无合我胃口，你替我食掉。安怎？你冤家啊？对啊，咱女朋友冤家真正常啊，而且我甲伊做伙有淡薄仔深啊，关系过一阵嘛就切啊。哎呀，其实交还这个人阁袂歹，对你嘛真照顾啊。感情总是有袂顺的时阵啊，你若想要行甲久久长长，就好好讲，莫讲切就切啊。你莫一直摕你甲徐慧敏的感情来教我安怎做。我的感情我会家己处理，而且这是公司，两个总监带头讨论事无啥妥当。以后莫伫公司讲这款代志啊！问题我雄雄想着，我还有代志未处理。喂。张总监，有一位周小姐要找你，啊，不过伊无先约，你敢要见？好，请你来。好。歹势，你伫咧无闲，我过来叫了你。请坐啦。我莫耽误你的时间啊！这是50万的机票，请你收落来。昨暝嘉诚甲我讲，我才知影阮妈我，家己借遐尼侪钱。虽然即马我敢若欠着50万，也毋过我一定会全部拢还你。剩的部分，我想要甲你写一张借条，我会用分期的方式，甲钱拢还你。这张支票我袂收，嘛袂互你写借条。我到底爱安怎做，恁才会相信我？我甲恁爸做伙，真是毋是因为孝顺这的钱？这敢是毋是有相信你无关系？钱是阮爸借的，要还嘛是伊还公司。啊，若你要安怎还伊，迄是恁的代志。还佫有，我要讲清楚，以后我袂阁允准兴华有这种公私不分的资金来往。我了解你的意思。是嘞。阮妈四界去借钱，毋是一两天的代志啊。我无望伊会改变，也毋过我一定会甲伊分清楚，做一个了断，互伊袂过来烦恁啊。搁安怎讲，嘛是甲你生落来、甲你饲大的妈妈，哪有可能分清楚？为着嘉诚，为着恁兜的平静，我一定会安尼做。
所以以后，伊若是搁用任何借口甲恁借钱，请恁千万莫借伊。我毋但袂怪恁，我阁会感谢恁。我希望你今仔日讲的话，讲会到，做会到。我无毋望今仔日会当得到你的谅解，也毋过你顾忌人心，我希望你会当互我一寡时间，会证明我讲的话。安尼就交互时间去证明。歹势，我搁爱开会，就无送啊。无要交了，你无用。我正式甲你讲，请你莫阁用男朋友的身份出现伫我的面头前，嘛莫送早转去兴华，迄是我上班的所在。我无想要互人讲因讲话。你着家己当做只是一道为店来送来早倒，好好享受伊，无啥物大不了的。只是为店来送来，安尼你为心创啥？而且无理由白食白啉，这份早顿偌济钱？还阁有，你讲我规家伙来食饭拢无付钱。偌济3千有够无？但不记，我知影，还阁有生理的损失。真正阿嬷来乱，你一定真困扰。无你开一个计数，偌济我陪你。但不记 ，stop！ 你要甲我分清楚，嘛毋免安尼啊。应该算就是爱算，钱算好清楚，等来关系嘛是。等这一切拢算完，我请你莫阁掠我。我讲过，咱无适合。你要创啥？算数啊！要算清楚就来算啊！按你男朋友的费用，你去甲我的经纪人阿撇算，甲我无关系。拄则你讲的，顶届恁规家伙仔来食我一顿，2300块。2300。等下，还未算完。顶届自餐送阿嬷的盘抢5000，还佫有文玲带儿孙来食鸡卵糕甲咖啡300，还佫有一届恁大兄来啉茶80，加上今日的早顿150，拢总7830块。OK， 算落来换我欠你的。你欠我啥物？阿嬷来我遮斗3工，我营业额增加1500块，因为你兴华甲我订6届咖啡，拢总20杯，扣除成本，算算的我赚1000。哦，还佫有你送我的西装，我查过，明白呢，至少要2万。还佫有顶届去啉酒，钱嘛是你付的，2500。安尼是25000块，扣除拄则的，拢总是17170块。请问敢会当分期付款？哪有人安尼算的啊？你要算就是安尼算啊，我拢还未算精神赔偿的部分呢。甲你做伙这段时间，我过了足欢喜的，尤其是顶届啉酒，足久无看到人安尼啊，足久无出甲遮尔欢喜，而且甲恁兜的人食饭自餐，看恁兜的人笑嘛好，环境嘛好。自从阮妈走了后，我已经足久无这种假的感觉，这毋是开钱就买得到的，无假。你看，真是要算，毋是你欠我，我拢毋知影我爱倒贴你偌济咧。照你这种算法，做生意无了钱就奇怪。你讲到重点嘛，我甲你之间从来就毋是做生意，我即马是认真想要留你，而且想要留女神，毋好我拍拼，哪会留会着？卡叔你真是惊我食亏。你着较早甲我做伙就好啊！今日我讲袂赢你，算你赢，我输好无？你等你看，等我想到别个办法，一定爱你对我死心。好，我等你。没问题。
还有谁？伊完好，伊完哎，恁无闲，做恁无闲，张伟，伊完，小款，这两天有顺利无？一切顺利。我已经联络选区内所有条卡，基本上因大部分拢答应要停回民。千万唔通看好例子的实力无，离初选无偌侪时间啊，用嘴讲的拢总无准算，你甲我顾好。我知影，这几天我会安排回民去拜访几个重要的人，请伊一定要徛出来讲支持回民。行程安排好爱甲我讲，我拍一下就好。无问题。回民伫内底是？伊甲张先生去食饭啊。可是张先生，张友莲最近定来是无？最近逐工拢来。志远，啊不到，今日哪有闲？徐小姐的竞选办公室拄成立，我当然要来参观一下啊。家己人咱才客气啦。行，咱内底讲。好，要啉茶无？志远，免客气啦，我马上就要走啊。要走去倒位啦？顶个我选举，好佳哉有你呢。大可了去泰国掠人的相片，你翕甲清清楚楚。我选一条，你是上大的功臣。无啦，议员，迄是你有才调，我只不过是边仔赞写的尔。这件代志，我一定爱好好多谢你才会使。因暗我请你食饭，啉一杯。无啦，议员唔通啦，我今日只是来送资料的，暗时阁有其他代志。若要拜访哦，另讲啦。这是什么资料？徐小姐叫我调查一个人。会面也无甲我讲啊，伊要调查啥？好例子？唔是好例子呢，也毋过会请我调查，应该是真重要的人。议员，无安尼啦，我阁有代志要先走，这份资料麻烦你替我交互徐小姐。好，爱记了哦，我请你食饭啊。我知。再见。慧敏平常时对这步数都无兴趣，原来心内有拍算啊，真好。假使是有路用的资料，就足好诶。回民，你转来啊？议员伫内底。好。爸，阿伯你好。你来过来哈，议会代志你拢无用说啊？我来看你咧无闲啥啊？你是来监督的心，你放心，你交代代志，我拢有照你的意思去处理啊。阿伯，拄好你伫的，我有代志想要甲你参详。要参详什么啊？哦，是安尼啦。阮爸甲阿嬷想要约你甲阿姆做伙讨论婚礼代志，毋知你倒一天有闲？哦，你要来提亲哦？啊，对。也毋过我想讲，正式提亲进前，还是先互两家时代见面，顺续参详婚礼代志。好，既然是安尼，就赶紧约一下时间，愈紧愈好。恁两个婚事拖一段时间啊，这件代志嘛要有一个结果啊。爸，安尼就去恁定定去的香港餐厅好无？好，我拢好啦。时间恁才阁甲我讲。好，我赶紧安排。多谢阿伯。我嘛赶紧通知阮爸甲妈。歹势，互你等遮久。我拄则接到友莲的电话，伊讲即摆5中昼，伊约慧敏因爸妈食饭，要讲因的婚事。这件代志若当定落来，咱就放心一半。友莲敢有甲你讲，我有去找伊？无啊，你去找友莲，什么代志啊？我摕50万想要还伊，想袂到伊毋肯收。
你去找因，咱先甲我讲一声。我是想讲，遐个钱是阮妈借的，假使我会当加减还一寡，至少会当表示我的诚意，嘛会当减轻友莲对我的误会。想袂到伊不爱收。这几年，你为了还你妈欠人的孝，根本无存偌济钱，你一声提出50万，毋着甲钱拢领出来啊！也毋过我无希望别人误会，我是为着钱才甲你做伙的。我知影你咧烦恼啥，也毋过钱是我欢喜甘愿收伊，你想要家己打落来？阮妈惹出来代志，我当然爱负责，甲伊处理好。嘉诚，阮妈以后若是甲你借钱，你袂当隐瞒我，一定爱甲我讲，安尼我才会当马上处理，别人才袂阁误会我。阮厝内的人嘛毋是无讲道理啊！我想真侪代志只要讲开啊，大家拢会谅解啦。既然咱已经决定要做伙啊，以后真侪代志咱要做伙去面对，咱之间就莫阁互相隐瞒任何代志，好无？好，我甲你之间永远拢无秘密。有莲迄边吼，你免烦恼啦。等伊结婚了后，伊就知影要维持一个家庭有偌尔无简单。我相信到时阵，伊一定会当搁较谅解咱。我只是希望大家会当量早甲我当作是张家的人，莫阁遐尼讨厌我。会啦，咱一关一关过。除了友莲，友外迄边，我嘛已经甲伊讲过啊。伊嘛讲，咱的婚事伊袂管。若文玲吼，我看伊甲冠华甲你斗阵都袂歹啊。较麻烦的，应该都是文琪啦。我本来想讲，凭我以前甲文琪的交情，伊应该第一个接受我。也毋过我袂记得因妈伫伊心目中的地位。我会阁去找伊讲，就交互我啦。兄弟们，歹势，耽误你一寡时间。有代志请。我想要问你，当时有闲，我想要请你食饭，咱会当好好讲者。连暝送友日求的，连暝陪阿嬷去练气功，听讲过去找文玲学煮菜，所以即马轮到我心。伊嘛毋你敢方便？我应该无用。安尼明仔载暗时咧？明仔载暗时我甲阿姊约客户食饭啊。啊，也毋过迄顿饭可能会取消，因为嘉诚甲友莲要去拜访邱慧敏因爸母，参详婚事。阿姊无闲，我会当家己去。文琪，恁妈的相片我已经放转去啊，而且我阁有传信息互你，也毋过你拢无回。这你敢也会记？我会记得，这是大学的校庆活动。你迄当阵1年啊，恁妈过来看你表演，这是我替恁翕的相片。咱迄个时阵感情足好的，就亲像亲姊妹啊。迄个时阵我叫你阿姊，即马咧？我叫你妈心。我知影你伫咧气啥，你想讲我要代替恁妈，也毋过我无。恁阿姐到即马也未甲秀娟姊放袂记，伊阁定定甲我讲伊的代志。伊对恁妈的怀念，对你的好，对你的关心，从来拢无变少。就算伊阁结婚，伊永远拢是你的阿姐。这是永远拢袂改变的。
文琪，我嘛同款啊。我只是嫁予一个我爱的人，也毋过这袂影响到咱的关系。你也是我上好的姊妹啊。假使你无甲阿姊做伙，咱会当是朋友是姊妹啊。也毋过即马无共款的就面好。你感觉会记阮妈是安怎甲你斗相共的？你毋若反背我，你搁反背阮妈，你叫我安怎接受你？歹势，我当地无闲，若是无代志，你会当离开啊。爸，你哪袂换衫要出门啊呢？穿安尼袂用哦，无要穿怎？你穿安尼伤过凊彩啊，一点拢无重视我的婚事。无喏，倒位凊彩啊！食完我会赶紧办代志，我要甲过档拍球。你的选举爱靠过档支持，婚姻重要，选举嘛真重要啊！好，我拜托你紧去换衫，你要陪赴啊！我叫司机把车开来门口。你头拄毋是讲头晕，你血压药啊敢有食？早就食啦。我想到就气，这顿饭我真是无想要去食。我忍慢一下，今日过就好啊。食饭我毋惊，我是烦恼转来回面伊的反应。这嘛是为好啊！咱回面哦，袂当互因涨价，管来耽误落去啊！亲家，亲嘛。啊？妈那叫，你是长辈，阮实在担袂起。哎呦，唔通安尼讲啦！迄个慧敏甲友莲吼，两个交往遐久啊，阮拢无来甲恁提亲，是阮较歹势。好佳哉啦，即摆有一个好结果，关系即个婚礼礼数吼，恁做恁讲，阮绝对做会到的啦。对啦，恁两个阿某甲慧敏培养甲遮尔优秀，实在足无简单的呢。所以关系这个聘金吼，恁做恁讲啦，无问题，大订小订，绝对会当互恁满意的啦。好兄兄，我的想法甲阮妈同款，传统应该有的礼数吼，都照恁的想法就好啊。要毋过婚礼，我看就互因少年人家己决定啦。尤其是吼，爱顺着会面的意思。即马少年人办婚礼吼，讲究创新，咱这辈迄套吼，因可能无介意啊。会面，你婚礼想安怎办？做你讲啊，就算想要去岛屿的海边啊办婚礼，我嘛赞成。你放心，不管是你，也是我这边的亲戚朋友吼，由阿姊包机，大家做伙去啊。既然爸拢安尼讲啊，当然好啊。一世人一届的婚礼，一定爱互你欢喜。多谢阿姊，也毋过阮爸还佫有一寡朋友，袂当干那想到我家己欢喜，可能会有一寡政府官员甲议员要来，到时阵爱伫倒位办婚礼，还是照阮爸的意思去做。对，也是回面较办代志啦吼。你放心啦，这个婚礼吼，阮会甲伊办甲足请宴哈。上重要是要互回面吼，会去请爷嫁来阮兜，互亲家有面子，安尼较好啦。今日先莫讲这啦。啊？今日讲另外一件较重要的代志。嘉诚兄，我毋知影你这么风流呢？拢这个岁数啊，搁要娶第三届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那屋檐
嘉诚兄，我唔知影你这么风流呢，拢这个岁数啊，搁要娶第三届，而且这查某的，敢若比阮慧敏加3、4岁尔。爸，你为什么有这个资料？你搁要暗号因到什么时阵啊？我今日无讲出来，因为阮嘛到什么时阵你知影无？爸，你先点点。高雄兄，我要搁娶的代志无事先通知，是因为我感觉这是我个人的私事，莫四界讲，嘛无应该去影响到友莲甲慧敏。好啊，因两个婚事吼，免搁讲啊，我无可能互慧敏嫁去恁这款不三不四的家庭。阿伯，你这句话敢会讲了上超过？伫酒店上班的小姐，无叫不三不四，无要叫啥？我无讲恁爸是娶一个伫咧卖就真客气啊！你即马是咧讲啥？什么叫咧卖啊？敢一定爱我甲话讲甲遐尔清楚？资料伫遮，内底写甲清清楚楚。这周小姐要伫一间叫天上人间的酒店上班，花名叫芝芝。这内底吼，连当时的妈妈桑拢找出来确认过啊。看你的表情，敢若也唔知影这件代志吼。你迄个要入门新妇，要伫酒店上班呢？这张家的面子要靠伫倒位啊？嘉诚兄，听我的口劝，已经有岁啊，口味莫遮尔重，会伤身体。我尊重你是时代，也毋过你袂当安尼甲阮爸讲话。是，恁酒家的门风，我当然无资格过问啦。也毋过，阮饲家嘛是有头有面的，所以阮甲恁吼，袂有任何的牵连啦。这件代志我会调查清楚。咱今日来是要讲友莲甲慧敏的婚事，两个囡仔嘛交往这么久啊。张嘉诚，阮饲家的好名声吼，是几代人伫遮拍拼服务乡亲累积过来。即摆慧敏去叫一个酒店小姐大家，伊后要安怎面对伊的乡亲啊？我看伊选举根本就免选啦。今日来就是要甲这代志讲个清楚。毋然因两个婚事免讲啊！为即马开始，饲家甲张家一点仔关系拢无啊！爸，你为什么要安尼做啊？饲国雄，鱼还鱼，虾还虾，咱实在遮尔久啊！你敢有需要做甲遮尔绝？你要考虑到两个囡仔心情。好啊，莫讲啊啦。是嘞，厝内发生这款代志是阮唔对，我伫遮甲恁会师嘞，真歹势。阿妈，阿妈，这件代志咱搁找时间讲，无需要啦。你今日想过过分啊！食到这尔罪过啊！头一摆互人洗面洗到这尔功夫，我实在有影吼，愈想愈气。我哪会生出你这款后生啊？妈，若毋是因为你吼，咱张家敢会互人侮辱？若毋是因为你，友莲甲慧敏的婚事敢会讲袂成？你吼，甲迄个查某切切啦，也若无，咱母仔叫切切啦。妈，我真正毋知影明空较早做过酒店。较早的代志莫阁讲啊啦！你即马就甲伊分手，去饲家甲人会一个死咧，互友莲吼甲慧敏带转啊，这才是上重要的。也若无吼，你永远莫甲我讲话啦。我甲明空都毋是话切就当切啊！这是安怎讲啊？你真是要为着迄个查某，互咱规家伙仔拢袂安宁，你也无要紧，你家要甲伊做伙？好啊，假是决定要安尼，以后莫叫我骂啦！哼！
我甲明空已经结婚啊啦。你讲啥？其实我甲明空伫美国时阵，都已经登记结婚啊。你也唔知迄个查某是喜嘛是好，你也唔知伊个家庭背景是啥物，你话结婚就结婚，你几岁啊？你敢有甲我问过啊？你，我真正要互你气死啊啦！哎，妈，阿妈，你妈呢啦？你莫叫我啦！妈，爸，你连结婚代志都阮话阮啊？为什么你总是一个人做所有的决定？你敢有把阮当作亲人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你连结婚的代志都阮话阮哦？为什么你总是一个人做所有的决定？你敢有把我当作亲人？我甲明空嘛熟悉一段时间啊，伊这个人我嘛用心观察过，也不过遐尼多年以前的代志，我哪有可能拢知影？话讲倒转来，市国乡怎会有遐个资料啊？是我叫慧敏去调查的。你阮骂我去调查明空？对，也不过我唔知影为什么后壁会摕到遐资料，嘛唔知结果会变甲安尼啊。你想要安尼做？你安尼做，若是无信任伊，更加是无信任我，你敢唔甲我这老爸扛一竿来？爱查到伊是事实啊，只是看是今仔日别扛，还是以后别扛尔。你唔去怪周明峰阮话，怪我，你安尼敢有道理？看到这么写心写情的资料，莫怪阿爸生气。那换做慧敏是恁查某囝，你敢忍会落去？市国乡的态度是顺风杀倒墙，就算你甲慧敏结婚啊，嘛袂有好日子通过。所以，所有的唔对拢是别人的，你无唔对。爸，这个代志问题上大的人就是你，因为你只考虑到你家己。爸，你为什么要摕走我的资料啊？今日阿嬷嘛伫咧，你安尼甲张家拆破面，我以后是要哪面对幼莲啊？慧敏啊，你到即马搁伫想张家？恁爸是为着你好呢。为我好，为我好，敢有需要用这款方式？你安尼伤害因，你敢袂感觉过分？我拄则就是要挑工伤害因。你想看觅，我这届无竞选连任，甲事业交互你，互你出来选。2年以后，我才搁去拼入位。张家成甲酒店小姐做伙代志，若是伫选举的时阵别空，咱市界政治前途毋着毁掉啊！我知影即个议员的选举真重要，也毋过你嘛袂当甲话讲啊听人歹听，直接取消我甲幼莲的分数。我着问你一句，你到底搁要选无？你若是一心想要嫁去张家，乖乖做因兜的新妇，安尼我无话讲。也毋过你若是要做政治，你做歹做你做遐济年，你应该真清楚，选举甲事事是无法度分开的。你家己想清楚啦。慧敏，恁爸讲了无毋对，这种代志若是互对方摕出来抹黑，你甲恁爸所有的拍拼，拢会乌有去。你会体谅恁爸的苦心。妈，我只是出来选议员，敢有需要交代出来每一件代志？就算以后周明峰计划阿姊，我嘛会讲跟我无关系。你想了伤单纯啊！这种代志，互选举的对手摕出来攻击你，你会当为你家己辩解，也毋过若伤害到张家的人咧。你若是做张家的新妇，害因的见孝代通人知，互因顶顶下下全家互人议论，互人踢笑，你要安怎伫因兜做人啦？
到时阵有人，伊敢袂怪你？因丢甲所有的人，敢袂怨恨你？你讲遮尔多，就是希望我莫嫁互有人。我无想要听。小姐，别停下。该赶快。有人，阮爸伊就是较急性，处理代志较匆忙，我替伊甲你回信咧。也毋过我甲你保证。我绝对无甲资料互伊。恁爸的态度真明显啊，伊就是无介意我，伊要侮辱我会用的，也毋过伊安尼侮辱我的亲人，我无落接受。回去的时阵，看到阮阿嬷气干呢，我心内实在真艰苦。真是真歹势啦！阮爸嘛是为着我选嫁代志较着急，伊毋是超工要针对阿叔甲阿嬷的，拢是我毋好，我无应该叫人甲资料摕去办公室的。即马上麻烦是，阮爸甲周美芳已经在美国登记结婚了。我家己委屈就煞煞去，为什么要互我的未婚妻嘛这么委屈？对于以前到即马，我身为大囝，做任何代志总是先爱考虑阮爸甲阿嬷敢会赞成，小弟小妹敢会欢喜。我总是爱做到，互大家拢满意。结果咧？到尾啊，我连家己要结婚都无才调做主，我真正挡袂掉。有人，慧美，过去咱明仔载就去登记结婚，好无？阮爸拢会先斩后奏，为什么我袂用？咱就莫去想时代的想法啦，只要咱去登记，就算有人想要反对，嘛无多。阮爸讲伊结婚的代志，袂影响到咱，安尼咱结婚嘛，甲其他的人无关系啊。你敢是认真的？这一点啊，拢无参像你呢。因为我想通啊。这几年来，真是陪在我身躯边的只有你。人生的路搁遐长，我希望以后陪在我身躯边的永远是你。所以咱啥物拢莫管，咱明仔载就登记了。有人，伊啉烧酒醉啊，袂个啉啊。慧美，我真清醒，我这世人从来毋捌无顾一切。为着你，我愿意无顾一切。你真正啉烧酒醉啊？好啊，假使明仔载日头出来，你还阁是安尼想，咱就考虑安尼做啊。就安尼决定啊！对明仔载开始，你就是张太太。干杯！
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我会早顿咧。阿嬷，去运动还袂转来啊？巴肚就枵诶，就枵诶。阿兄，哦，恁来开身躯酒味，敢讲恁昨暗拢困咧食？我昨暗半暝才转来，惊甲大家吵精神，就伫遮倒者。即摆几点啊7点啊？安怎？哦，我甲你讲，我无落载你去上课，你家己坐客人车。安尼车钱？阿嬷今日无甲我传早顿，加100，无过分吼。天气较欠诶。哎呀，我爱先去洗身躯，有重要代志要办。好，落去洗你哦。多谢。怪怪呢。刷落来竞选假期，大家敢有啥物想法？甲对手何丽珠比，回宾只是新人，虽然有市议员的名声，也毋过大家对你无熟。咱应该先想办法，互大家熟悉你。现在选民愈来愈重视动保环保议题，咱应该互大家知影，咱嘛真重视。这礼拜六伫海滨公园有桥本树的活动，咱做伙去参加，你感觉啥款？袂歹啊，用行动来表达对环境的关怀，唔但会当互足侪人熟悉我，嘛会当互形象变好。也毋过，这礼拜六西雅会办妇女联谊呢，这届会长妇女会来，议员已经甲因讲好啊，伊袂你参加。张诶，今年的红当做只会靠爸爸，若是搁安排这么多，甲阮爸做伙参加的活动，随时会变做对手攻击的借口。也毋过，即摆议员的人民才是咱上大优势，咱先顾好基本的选票，搁再讲。稍等下吼。喂，幼莲啊，我等你开会。好，你等一下哦。歹势吼，我出去一下，恁先等我15分钟。好。上车啦！我已经找2个朋友做证婚人，因在户籍事务所等咱啦。安怎啊？敢讲你袂记得查囡仔佮身份证？幼莲，咱即马阁袂当结婚。无采我搁当现空，甲阮兜人保证你是好查某，结果你会欺骗甲隐瞒，互我所有的拍拼变成笑话。我无可能互你搬来阮兜。嘉诚，嘉诚，你敢有看到阿姐的信息？阿嬷应该是离家出走啊！即摆吼，你爸做伤超过啊！大家找你找到叫要起笑啊！我先甲大家讲你伫遮，好。丢幼莲，你真好大胆，竟然带阿嬷离家出走，大家拢要去死啊！你敢知影？阿嬷就定定在想讲，假使恁妈若即马搁伫咧，咱兜一定会足幸福、足快乐的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
路。